各位好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多間租務鋪位就係位於荃灣楊屋道138號樂悠居地下至1樓商場。呢個商場一直由業主悉心打造，最近更加引入內地擁有超過35間直營門店嘅陳鵬鵬潮汕菜大型連鎖餐飲坐鎮，連同埋唔少著名連鎖餐廳響度營業，極具協同效益。呢度無論中午或者晚上時段都人流澎湃，加上現場裝修寬敞，亦有專人清潔，開店更容易。而家仲有少量鋪位放租，可供租用嘅鋪位，建築面積約303至1779平方尺。呢度已經有大型連鎖超市、中醫店，亦適合個人美容、寵物用品等行業經營。加埋人來人往嘅郵局喺商場裏面添。另外佢嘅客戶群亦非常穩定，響物業樓上樂悠居本身已經有900幾個單位，連同立方、雀悅庭4座，總共約有2900幾個單位，唔少更加係家庭客戶。呢個商場周邊亦係密集嘅工商區包圍，經常為租戶提供廣泛具消費力嘅住宅同埋工商客戶群，亦有行人天橋貫通荃灣，交通四通八達，盡攬人流。想了解呢個商場更多租務詳情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哋。